敷咗呢個眼膜20分鐘，眼周好明顯即時明亮咗，黑眼圈亦都明顯減淡咗。好多朋友都讚我睇落好後生，眼大大好精神，問我有咩護膚秘訣。我個秘訣就係特別注重眼部保養啊，因為黑眼圈同眼袋唔單止影響外表，望落去仲會好攰好冇精神，而且暴露我哋嘅年紀啊。我用過好多眼部護膚產品，但對於黑眼圈嘅效果都係一般般，唯獨呢隻由韓國製造嘅鮮露黑眼療金箔面膜，我一定要推薦俾大家，因為佢對於減淡黑眼圈係好明顯嘅，而且對撫平眼袋係非常之有效，仲能夠令你嘅眼部肌膚變得明亮有神，望落去真係會後生好多㗎。用之前記得要搖一搖，確保每一片眼膜都吸滿晒精華，佢嘅精華真係多到漏出嚟㗎。佢係 gel mask 質地，可以鎖住啲成分，包括內美金箔、沉魚子精華、專利 Melaphyst 複合肽同埋專利 Green 草本萃取精華。而家敷咗個眼膜已經20分鐘啦，咁我就搣落嚟睇下啦。你見到咧，佢嘅黑眼圈咧其實淡咗好多啦，眼周圍咧係明亮咗嘅。呢一個眼膜咧，除咗可以做日常保養之外咧，佢仲可以愛嚟做急救嘅喎。咁你見到佢塊眼膜咧，其實佢敷完之後係會薄咗嘅，因為佢啲精華已經吸收晒啦。啱啱敷嘅時候咧，佢眼底其實會有少少吉吉地啦，係因為佢眼底咧吸收緊嗰啲成分啊。大概敷咗1個禮拜左右咧，就再冇呢個問題出現㗎啦。我而家每日都會敷1次，用嚟做日常保養，預防黑眼圈嘅。尤其是要上鏡要上妝之前咧，就一定敷咗先，因為敷完之後咧，佢係貼妝啲㗎，遮瑕膏都可以用少啲。對比未用之前，而家黑眼圈真係淡咗，對眼有神咗，個人精神咗好多。我而家係完全冇化妝嘅狀態下咧，都可以上鏡。而呢個眼膜咧，無論你係一個過敏性嘅黑眼圈啦，定係夜瞓嘅黑眼圈，甚至乎係色素沉澱咧，都可以用噶。呢款面膜一盒入邊有30對，價錢大約200幾蚊，有時特價嘅話咧，200蚊都唔使，CP 值係非常之高噶。大家可以喺萬寧或者草姬嘅門市，甚至乎喺CMO都可以買到噶。